用说啊简单代表原住民族的宗教含义，还可传达因为疫情重新思考时间甲生命的新作。稻草人现代舞蹈团今年推出创作系列，以3日来做主题，将于5月24号开始，连续3天伫台南文化中心发表。这次创作名称叫做《伊拿祖昂啊，他的恩召》。然后这次的作品就是谈到了就是关于宗教，然后宗教信仰当中，然后反思在我自己的生活，还有我的家庭背景，然后应用在这个舞作里面。从这些，比如说有些生命当中，或是生活当中的某些，我感觉到时间的时刻，然后我试着在作品里面把它重新的重现，非叙事性的纪录片的方式，然后可以让观众在有限的时间跟时空当中，可以感觉到怎么样子属于自己的时间。舞团希望替咱台湾培育舞蹈新秀人才，做艺术传承。开始发掘团员的编舞能力，嘛开放予独立编舞者斗阵来创作作品，提供因排练资源及演出发表的平台。时代在变迁，新的年代、新的世代有新的想法，那跟我的世代一定有一些的差距。还有我之前跟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工作，然后就觉得他们想法很有趣。那我觉得不要局限舞团的一个创作方向、表演方向都只有在我身上，所以我就开始有这个想法，就有一个叫做新遇见。今年呢，真的就是一个接下来除了文景之外呢，其实台南有很多很有才华的年轻朋友们，所以呢，我们其实开启了一个叫舞蹈新遇见这个平台。那目的呢，就是希望说，将这个编舞的棒子啊，可以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去参与。这摆2位少年编舞者以生活日常及心灵信仰的探究，表达家己所关怀的议题。稻草人舞团欢迎大家来到剧场支持少年的新主张，还佫有机会会当摕到8张保证金完成的礼物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